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情深付出有偌大。我看到白雪，看到雅慧，看到安尼，我嘛不忍心搁带转去。伊两个阿某照顾雅慧，就敢若家己的亲生的查某囝共款。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因两个咧拆散。非得，因两个无也无囝无儿，白雪会当互踮伊的身躯照顾伊嘛好。人俗语伫咧讲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是甲大天，这点的温情哦，你都唔通讲的袂记哩哦。啊，不过我，无论如何，我莫离开，我莫离开你啊，妈！别走！你即摆有啥要拍算？我即摆有啥要拍算？我敢若希望雅慧会当甲我转去美洲，甲因阿嬷大一阵，因为因阿嬷甲因姊啊，逐工拢咧思念着伊，你知无？你即摆叫啥？你即摆叫啥？你讲叫一句我听好无？你即摆咧叫啥？你叫阿爸。妈。雅慧。雅慧。雅慧。别妈，我袂离开你，我袂离开，我永远都袂离开你，妈，别走，你来见我呀！你来吃啦，你来吃啦。别说，当你是安怎啦？今日你是咱结婚的日子呢，你是走去对啦？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是的啦，我袂用嫁你。啊？袂用嫁我？是安怎啦？因为咱是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哪会结婚呢？袂用结婚呢？对啦，这。别说，安尼我知，你是讲哦，我会当甲阿撇不完斗阵顶台湾啦，对无？啊？这是阮爸爸啦。对，恁爸爸？哦，别说恁就是阮规日咧找雅慧咯。
对啦，二春啊，你等了有目的啊！打拼不是为着生命，来，子孙啊，包面纸。好，面纸，今仔日吼买一包面纸，再送一包面纸，谢谢着。来走。来，导游我要传。来，今仔吼买一罐豆油，嘛送一包面纸。我也有看啦，无送啦，回家袂安尼尔啦。玉春啊，你是你安怎啦？你是要互我倒掉，毋是袂人去失恋嘛？我失恋安尼。龙爷，你莫讲我歹听，讲你要失恋。无啦，我无失恋啦嘞。嘿啊，迄可能吼，即马无去带大陆婆哦。你哪会知？哎呦，上条拄则，迄春兰啊敲电话甲我讲的啊。我用找遮尔久，总大华找到到位啊！我实在我总欢喜的欢喜啦。而且吼，佫有一个真完美的结局吼。即摆吼，看到迄个白雪幸福表情哦，我身体足欢喜的呢。就是安尼，你甲看白雪的，徛这边叫爸爸，徛这边叫爸爸，叫安尼嘴角目笑，满面春风，是这样。妈，嗯，这白雪哦，甲哥啊是啊天生的一对呢。搁再讲吼，这是苦来功劳，假使吼，若毋是苦来安尼吼，白雪伊嘛毋知影。都是，啥人？是我啦，建华。哦，见了，入来啦，入来，入来。叫花呀，阿姨，出来。来，见了，遐坐，遐坐，遐坐。好，谢谢。见了，我问你咧，你哪会知影要来遮找白雪？都前几工啊吼，我接到一张批啦，批点头讲，什么雅会住喺遮啦，我批看了后，水嘛拼过来，啊是向下。批吼点头也无写名啦，伊就讲叫我较紧赶过来，我就来啊。批是毋是很好？我看卖。就批吼，按遮。是啥？是啥人？无啦，我是感觉迄字足熟悉啦。建华兄，厝内底好无？当好无？哦，当然嘛真好啊，这拢嘛是爱感谢你嘛。哎呦，讲囡仔，家己的人都讲什么客气话要创啥？阿姨你就知啦，我粗鲁人啦，讲话吼拢较迄落，你爱多多原谅。讲话要创啥呢？对啦，阿姨啊，你离开这了后，你准备要去倒？当然嘛是要来洛阳啊！听讲文庆也伫遐吼，我来调查讲看月英的住址，问文庆啊看卖，看会知影。卖啦，阿姨，对咧遮吼到洛阳吼，路足长足远的啦。你哎呦，放心啦，等大陆行透透啊，我后说咧行远上。我甲知影讲文庆啊伫咧洛阳吼，一定要来洛阳该看一撮月英。毋过阿姨啊，建华兄，我妈妈决定的代志吼，绝对袂改变啦。对啦，妈，我煞袂记来讲一件代志呢。什么代志要紧？顶回吼，我拜托村长吼，叫咱庄一个人讲要来大陆遮吼佚佗啦，讲叫伊寄钱过来啊。爱过来时阵吼，讲村长讲交代讲叫咱去替看一个人呢。村长叫咱看一个人，是要看啥人啦？我讲什么村长姊嘛，因姊啊啦，我住伫关林啦，我叫咱上煞吼，摕一寡物件互伊啊。哎呦，你这查某囡仔，迄个时阵伫北京，你若无甲我讲？妈，是的啦，我煞袂去甲你讲啦。这回恁来吼，无好好甲恁招待安尼，实在足歹势啦。后摆吼，你若搁来时吼，我一定好好甲你招待，你就一定爱搁来呢。哎呦，王叔啊，你来讲这个话啦，阮来遮互你招待甲安尼，我实在感觉足歹势。阮以后会过来佚佗，人来吼，你唔通讲，哎呦，你定定啊来。你来啦，无啊，我吼绝对欢迎恁来，恁就一定爱搁倒转来呢。王叔嘛，会啦，你安啦，大陆遮尔好耍，而且光景搁遐水，
我吼，你个歌决定过来啦，啊无去嘛吼，我咪搁转来看阮阿舅啊，对不对？好个在，这个孙诶，喂哦，你都定想着我咧，哦，我叫定讲你今日去这个大陆遐干了尔咧。这阿舅啊，啊你若讲安尼啦，我听人伫咧讲，天顶上大天公呢，啊地下就是你母舅公，阿舅上大，讲安尼就唔对。阿舅啊，是讲哦，我有哪教坏了。大陆这干啊！对啊，我就知。洪叔啦，白雪你个病哦，你著紧去互医生看一下。我知。阿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是讲吼，若来顺兄伊也同意哦，我会带雅慧哦去北京互医生检查啦。是啦，是啦，这我是真同意啦。啊嘛，以前哦，我太固执咧你。来顺伯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我拢知影讲你疼囝的心啦，啊，即摆你想要带白雪叫医生看，还阁会有，不要紧啦。是啊。阿伟啊，我险嘛有袂记，这钱因的咧，爱下因啊。对啦。当作是阿哥啊太乱来啦，恁大家莫见怪吼。来顺伯啊，啊你讲安尼哦，就太见怪啊！啊，但根本咧钱也毋是恁阿公啊甲我偷摕的啊，迄是苦力的甲我摕的，讲啊，拢嘛苦力的。啊若无歹苦力的，苦力，啊莫见讲啊，唔该。哇，喂，你毋知影，可能前透早哦，甲白雪讲话，一直讲，讲我即摆阁还袂讲完呢。透早讲啊真，阿舅啊，咱实在哦对迄少年人袂对啊。哦，你怎要离开啊？怎样呢？可啦，你一定要定来来共看，莫家己写批互阮哦。会啦，啊写批写，我写的字吼，足歹看的哦，会叫我吼写人读册顺啊。哦，迄每一间啊作文哦，安了诶，迄老师拢送我一粒要偌大粒的迄鸭卵哟。啊，你叫我写批来，你敢看有？有啦，哪会看无？我若要看迄水梨吼，较好的文章，我袂晓去册店买哦。人册店咧册吼，迄字啊，我嘛细细正正，偌水的呢，文章嘛写得足顺的哦。对，就是安尼，佮笑一间。你妈呢？我坏了。笑，继续笑，佮笑一间我看嘛，紧。你妈搞创治啦！笑一间我看嘛。我坏了。对，白雪，每一天哦，你都爱保持这款的心情，安尼笑甲安尼哦，笑眯眯的，安尼哦，只要拢袂了粒的，哦，安尼有够水。我当然嘛够水，啥教的嘛？有一个状元老师，当然嘛有一个状元学生啊。对，哦，正。好啦，阿哥，我惊肝袂赴哦，我明仔日哪会走？哦，这么大只，你讲你是掠这条要创啊？要送你的啦。好啦，我较早吼，若对你较失礼的所在吼，请你多多原谅啦。啊，你较早吼送一只主角你的白雪吼，带会真快乐。所以吼，我常常去拣哦，拣这只比你的只搁较大只的吼，要送你啊。啊，希望你永远快乐，啊，唔通甲我放袂去哦。这只要送我？系啊，是啊。多谢。没啦。哦，这只真正有果水了对。哦，好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吼，你就甲这只水小弟抓来去，你就甲一扇吼安尼为一空哦，佮落落去。那呢吼，这只水小弟啊，会笑得足欢喜的哦。啊，你若吼，逐工甲伊落，那呢吼，这只水小弟吼，就每天笑得足欢喜。那呢吼，你的心情嘛会对这只水小弟同款，遐尔啊欢喜。好。哎呀，这句台词拢我你讲啊，太晚你讲。哦。阿哥，我甲你讲哦，从今日开始哦，爱好好照顾白雪。啊，若无哦，我可能会从按台湾结婚的机来遮甲你修理。什么？坐飞轮机啊？嘿啊。我甲你讲啊，你吼绝对无可能有机会坐飞轮机来遮甲我修理啦。但是吼，你也会记你定定啊遮甲我看哦。会啦。
看咱袂使惊。嘿嘿，来来，好，恁家小坐者哈，来，一路上拢辛苦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阿妹爸，阿妹爸，坐，你小人坐，啊，来，坐。啊，恁家小坐就是嘿，去楼顶咱创一个房间，啊，房间装我热人叫哈。好，咱小坐者哈。坐下。坐下。哇，阿伯伯啊，那这条路实在有影有够远的啦，我行到2支口，实在话要算是足忝的。阿妹爸，啊，你什么时阵要开始找人啊？哎呦，好啦嘞，啊你即马佫无我忝，啊不过阮着斗找人啊。迄当然咯，可那个呢，伊看了2块14角了，迄规路风景遐尔水，迄看风景都无时间啦，哪有时间人看忝啦？要无，吼！叶春呢？喂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，吼，讲啊，要佚佗吼，拢袂忝，好我身体哪体魄啊，一路风景遐水就对。哦，对。孙兰啊，村长，因个亲情是住伫倒位？啊，关林附近就是关公庙啊，我看你才无偌远啦。安尼好，大家较早休困的吼，安尼明仔载就要来去找人啦。你着乖乖，恁两个记得困哦，唔通后白走哦，走无我心知哦。有听到无？我来甲恁讲一句话哦，免你传出去啉烧酒哦。阿姑啊，保重，唔敢。过来，安怎啦？过来啊！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安尼呢？嘿啦，过来，啊是安怎啦？哇，长过小长啦，足枵的哟。吼，我是叫什么代志啊？你讲规半晡，啊以后咱来叫服务生甲恁送物件来啊，好无？叫服务生送物件咯。对嘛？唔好啦，安尼咁麻烦唔好啦。啥物你麻烦这生成的啊，对不对？无安尼，遐有面，无咱泡面落。出来，喂，阿姑啊，去泡面。哎呦，伊目可能的，枵都食面就好啊，你实在哈。泡面规箱，你个姑啊泡就泡你。听阿姑啊，食姑啊，安怎？这泡面袂歹食无唔对啦。是啊。啊，不过咱遐贵咯吼，好食足济泡面啊哟。我想讲吼，看有迄款的，切的迄款的无？哇，好味的啦。你讲意思我知，你是讲像咱台湾的切啊大迄啦？迄啦。哇，迄汤头边啊赞。可来，较是理想。阿姑啊，可来讲安尼有理咧，伊真讲一个吼，伊就顺的巴肚，有哪有一点仔枵的感觉嘅？拜托阿姑啊，来食一个好。啊，即摆恁两个意思就是讲要出去外口食就对啦。来啊！阿姑，好无？给你阿姑啊，慢安尼啦。慢安怎哈？恁袂记是苏州的代志啊吼哈？阿匹婆就是为着恁哈，找人啊插即摆倒咧哈，就是恁贪食出代志啦。我讲卖你就卖你啦。哥哥，你做人真啊好啦，迄真正无会讲，大家嘛安尼讲哟。哥哥，啊，拄则咱吼，伫迄饭店的门口要入来时哦，经过一间迄面搭无，迄我一阵风飞来吼，安尼啊有诶，迄气味真了赞，真正袂输我台湾迄间苦辣面搭的汤头，迄气味偌香的哟。哥哥啊，卖你啦，超市啦。阿姑啊，我来讲安尼有理。阿姑啊，我知你意思啦，你是讲袂放心，我甲看那个处理，对不对？安尼，回去哦，你甲阮两个做伙出来，唔着放心啊。好，阿姑啊，好啦，好啦，放掉个刀，行。啊！袂对，要行对。切个，哎呀！点。但是我来讲哦，讲啥？食切个无要紧哦，心袂你啉酒一路。
行。你最近敢毋捌听过？关公庙边啊，有一间对公庙啊，老鬼呢。尤其最近佫闹足厉害。听讲啊，是一个查某鬼呢，但个哦，就哭甲呢，有够凄惨，哭甲连咧10里外都听有呢。啊，种代志，当然嘛是真的。附近的人吼，即马到日头落山了，就敢出来。而且哦，听讲哦，是一个迄个查某鬼仔死的知无？哎讲，迄冤枉死的啊！死的时阵哦，伊腹肚内底啊，佫有一个囡仔知无？即马有当时啊，迄半暝啊，佫会听到迄囡仔的哭声呢，有够恐怖。对，我咧讲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叫做姚庄啊，住伫附近尔。有一天啊，透早伊要出门之阵，行到倒入公庙边啊，看到一尊女鬼，穿白衫呢，安尼飞来飞去，行来行去，行一个闪灵，敢有影？啊，就无影的。即摆我看天色嘛正暗的。安怎？是我厝的吼，小可做代志，我想讲。要走吼，同齐来走吼，莫安尼靠有看。来走。